用1分鐘時間同你哋講點解咁多人都會中意去日本旅行嘅。第一，因為日本有豐富多元嘅文化體驗，就例如 cosplay、動漫、遊戲同埋和服都係日本嘅文化嚟㗎。跟住第二就係日本有特別嘅飲食文化，就例如居酒屋或者壽司。第三就係日本嘅一年四季都有唔同嘅自然美景去睇㗎，就例如春天嘅櫻花或者冬天嘅雪景。第四就係日本便利又安全嘅旅遊環境，就例如日本啲街道係非常之乾淨，係幾乎冇乜垃圾㗎。第五就係日本嘅溫泉文化。因為日本嘅溫泉唔單止浸落去會好舒服㗎，而且仲可以對身體有益添。跟住第六，日本就係一個購物天堂，就例如日本有好多賣藥妝嘅鋪頭，同埋有啲賣電子產品嘅地方。然之後最後就係日本良好嘅服務態度。其實日本啲店員嘅服務態度係非常之好㗎。以上就係點解咁多人都中意去日本旅行嘅原因啦。最後同你哋講個秘密啦，其實我都好中意去日本旅行㗎。